我哋早2年咧都已經係好爆單，男女都啱用。臨近新年啦，有好多人都想改一改個運啊。咁佢本身大部分嘅產品咧都係台灣製造嘅，咁所以咧佢嘅質素啊嗰啲 quality 咧你係非常之放心去用啦，令到自己咧個磁場啊望落去啊個能量都比較多少少啦。如果你去有拜神嘅時候咧，咁有一啲師傅咧如果認為你運仔比較運滯啦，叫做望落去有發黑啊嗰啲或者唔順利嘅情況咧，佢都會叫你攞啲七色花去沖涼嘅。傳統上邊咧已經係好多年嘅歷史啦。咁基本上咧七色花咧係可以能夠淨化我哋嘅身心啦，撇除我哋嘅惡運啦，或者令到你咧成個人嘅正能量咧係會有提升嘅。玄學上咧係有轉運嘅功效，就好代表到我哋嗰個人緣桃花旺啊、運財啊或者正能量呢一方面咧都係非常之有幫助嘅。就叫做清怡嘅鎏金七色花嘅沐浴露，係可以幫助我哋咧去做到呢個升運嘅效果嘅。你見到佢個 packing 咧係好靚啦，係鎏金咁樣嘅，係啦，見到係鎏金咁樣嘅。主打就係幫我哋升人緣啦，即係可能你咁啱去工作上你唔順利，人緣上你有是非啦，或者你喺財運上平時有打開麻雀嘅，好唔順手啊嗰排，即係啲手風好唔順啊，好似啲麻雀好似走晒翻唔到嚟咁樣咧，咁呢一個咧都係有助咧你升財運，但係咧正常冇乜問題嘅，你都可以攞呢個七色花去沖涼。去完醫院啊、醫館啊，手風順啲嘅話咧，咁可以不妨用呢個七色花咧去提前咧去沖涼嘅。加晚啊，因為其實根據習俗咧都會揾啲碌柚葉沖涼嘅，七色花咧亦都可以代表到呢個碌柚葉咧去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嘅。嗰種花香味佢唔係話好俗嗰種，佢係清清地咁樣，完全唔會話洗完之後好做作嗰種味道。鎏金咧佢洗完之後咧個皮膚咧係會 bling bling 發光嘅，一支咧係有成500ml。呢個咧就係桃花沐浴露，專攻你係人緣嘅，主要針對啲咩咧就係單身嘅人士，真正嘅桃花做100%嘅真實原料。即係如果你嚟緊咧想做脫單啊，或者係你有啲感情卡咗關啊嗰啲咧，都可以用呢一個咧幫你排除萬難。佢主打咧就幫你升你嘅人際個能量啦，同埋咧令到你個磁場咧個桃花磁場去升級，增加你嗰個魅力嘅。無論你係男仔或者女仔咧都可以用住，揾咗師傅去提升咗呢一支嘅沐浴露嘅功效嘅，咁令到佢成個效果做到貴人嘅財聯升動啊！咁簡單喺屋企咧就可以幫你暗暗咁樣幫你轉運啊，咁亦都可以幫你提升到你人緣運廣啊。當你人緣好咗咧，其實你嘅事業啦、運氣啦，其實各方面咧都會係有幫助。翻工做嘢啊嗰啲啦，你有冇人緣其實都好緊要噶嘛。一望落去咧都係有少少鎏金嘅，主打咧係100%咧喺台灣咧用鮮花去製造咯。你屋企人啊、老公啊嗰個關係唔係咁好咧，其實呢支人緣嘅桃花咧都會幫到你嘅。兩支咧今日一齊買咧，我哋就會有個 promotion， 你就會送呢一個七色花嘅擴香瓶 diffuser 嚟嘅。咁大概咧佢個樣咧就係咁樣嘅，面咧就會有個風車喺度，屋企咧唔同嘅角落，你咧散發呢個七色花轉運，都可以提升你嗰個磁場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幫你增強你嘅運勢，可以擺喺你屋企嘅任何一個角落都冇問題嘅。咁佢有個風車喺度咧，係特登為呢個七色花而設啦。咁佢咧會經過空氣咧，佢會慢慢轉動嗰個風向啦，令到個風車咧可以散發到咧係周圍都會有七色花嘅磁場，嗰個味咧都係好香，淡淡嘅香，同埋唔會令你唔舒服嘅。因為有一啲開運嘅嘢咧會聞落去咧，有啲人會覺得頭痛，但係呢一隻咧係清香為主。呢個七色花嘅水晶能量噴霧係非常之受歡迎嘅，加咗係有晶石喺入邊嘅，你見唔見？主打咧可以快速咁樣優化你嘅個人磁場啦，係做一啲決定嘅時候啦，每一啲重要嘅場合啊，或者你去完醫院啊、殯儀館嗰啲咧，不妨咧帶一支喺身，因為佢會增強你個人嘅運氣啦。每個人都會有7輪啊咁樣噶嘛，當你個人可能運滯啲嘅時候咧，可能個磁場唔夠嘅時候咧，就好容易會俾其他嘢入侵到。咁所以咧，佢呢一個咧會增強你個人嘅運氣啦，同埋咧佢會減少你嘅負能量。睇你諗嘢好似諗咩都好灰啊，成日做咩都唔夠精神、唔夠起勁咧，就不妨咧可以帶一支呢個喺身啦，或者你可以擺一支喺屋企啦，隨時你出門口之前噴一噴都得嘅呢一個。咁佢噴出嚟咧係非常之細緻嘅佢個噴霧，同埋佢係100%嘅真材實料啦。七色花水建議咧出現一啲場合或者係你有霉氣嘅時候咧，唔知喺邊度沾染到啲霉氣咧，你就可以揾呢一個七色花嘅水晶能量噴霧去噴一噴全身。